大家好，我係九龍豪宅 Catherine 高，今日為大家介紹就係日龍一個3座地下連花園嘅單位。依家我哋一齊嚟望下。呢一個單位一入門口呢，就行2級樓梯，凸顯咗呢一個特色單位嘅氣派。單位實用面積1650尺。依家我哋就係睇緊單位長方形嘅客飯廳，面積呢都相當實用，點擺家私完全唔係問題。而且單位呢係成落地玻璃窗設計，一推個玻璃門呢就係屬於單位嘅露台。花園面積大概有512尺。呢一個花園呢可以打造成為一個小朋友專用嘅戶外遊樂場。呢一個單位係屬於4房雙套嘅間隔。首先呢，我哋就係望下單位嘅主人房。主人房面積同樣望返自己嘅平台花園。主人房面積呢都相當闊落，而且有一個特定嘅衣帽間。主人房浴室有窗，採用雙星盤嘅設計。浴室乾濕分離。沖涼嘅位置呢，除咗有浴缸之外，仲有企缸嘅設計。主人房隔籬就有呢一個客房。另外2間睡房呢，就係喺飯廳嗰邊進入嘅。首先就係望下小套房。小套房浴室同樣整齊企理，沖涼嘅位置呢，依家保留係用浴缸。隔籬仲有一間客房，客廁嘅儲物空間同樣充足。廚房設施齊備，已經係配備咗各類型嘅名牌煮食爐具同埋廚房電器。廚房呢亦都有充足嘅儲物同埋備餐嘅空間。廚房裏邊呢仲有一個工人房同埋工人專用嘅洗手間。單位嘅平台花園呢就喺廚房道對出，面積大概有182尺。呢一個平台仲可以通往近飯廳嗰2間睡房。今日就介紹到呢一度啦，多謝晒大家睇我嘅影片。中意嘅話就記得讚好、分享同訂閱我頻道。下條片見，拜拜。